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日要介绍的主题是社会住宅。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前方，大家一起比个赞好了。好，来赞，谢谢导演。台南市长黄伟哲督发局长庄德良含着永康金钟二村多间案的厂商以及民意代表3月11号，大家手提着手牌啊，一定欢喜的心情留下了影像做纪念。因为今仔日是已经拖了20档以上金钟二村多间案的签约仪式。今天我们也正式跟市民来报告一下，我们这个永康的金钟二村的部分也招商成功哈。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取得大概11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啊。那包括公共设施的取得，还有公共设施的新辟大概都会有得标厂商来帮市政府来新辟所以整个案招商下来可以为市政府大概节省大概10亿的经费。这个金钟二村的开发，其实这个议题已经在地方延续至少20年以上了但是我们希望说这次借的招商能够顺利的完成开发，因为那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非常优的，而且紧邻平时园区。更重要的，它不管是医疗、购物、学校，周边的社会机能都很完善。黄伟哲讲，透过这种公私合力合作的模式，未来会持续来推动，解决掉台南市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公私协力、公私合作的模式，未来一定要是持续的推动。一方面能够解决部分的市民的住的问题，提供社会宅；另外一方面解决一些公共设施用地取得不易的问题，像这次的道路跟公园。所以我们这个部分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社会住宅赞不赞？赞。社会住宅赞不赞？赞。那么最近这几档咱的房价一直在上涨有些人怎么追都追不上那么追不上怎么办总是嘛爱有厝通个大嘛只好呢退而求其次的是用租的那么市长呢1990到今嘛一档外这个时间对着一寡咱的民众的照顾是不遗余力，尤其是咱弱势族群这买不起厝的人要安怎那么咱市政府当然有一寡方案要来斗3工帮助这的无法度买厝家己住只好是用租的。那么用租的，佫有不同种的方式伫今仔节目当中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介绍。所以呢，如果你若是想要租厝的话，咱今仔这个节目当中呢，你一定要认真看今仔日咱要讲的这个主题，社会住宅到底社会住宅是咱市政府一个什么种的福利呢？伫今仔节目当中，咱邀请到咱台南市咱都市发展局主秘咱谢文娟谢主秘来甲咱的乡亲朋友要来介绍咱的这个社会住宅。主秘你好，演员好，还有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那么社会住宅公社会住宅这个4个字刚刚有这么抽象毕竟对于咱的民众来讲还是有点陌生是不是？请主秘甲咱的乡亲朋友先介绍所谓的社会住宅是什么？社会住宅就是由政府跟民间来新建的只租不售的房子它就是为了要照顾这些经济弱势或者是刚进社会的一些年轻人协助他们可以找到比较合理的租金的房子，还有安全的房子。所以伊就是用这种社会住宅的方式咱即马新兴的名词因为有当时咱的名词在改变有的人听到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经过咱主秘介绍了，咱知影讲这个社会住宅，伊最主要是要照顾咱弱势族群，还有一寡新鲜人，社会新鲜人因为毕竟有当时要买厝无法度马上可以达到那个阶段但是呢，因爱租厝租厝呢需要四界去找，有当时还个找袂到伊家己属于自己条件可以的那么咱市政府用这种的方式，应该会当。就是说，对着咱这弱势族群因这个需求会当较贴切因的这个生活啦那么这社会住宅的讲好像有新建
能够有包租代管哈。那么所谓新建是什么啊？包租代管是什么回事？请主秘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介绍。我先讲这个包租代管好啊哈，因为咱今嘛台南市的迄个空屋率大概有10点多，所以表示讲咱10间的厝内底可能有1间是空屋嘛，那还蛮高的。对，所以说其实阮今嘛就是中央跟地方就是来推这个包租代管，那就是甲今嘛市场顶头闲置的房子，安全的房子闲置的，然后把它活化，然后让这些人可以去租，最主要的是讲房东跟房客两边可以有达到一个信任的一个机制，房东可以把房子租出去，房客可以租到他满意的房子。对，所以我们目前就是用包租代管这个方式，还有租金补贴的方式来做这个现在的闲置的空屋的一个活化。租金补贴，伊敢若有一寡这个限定啊，比如讲年龄的限制包租代管它的年龄限制有吗？包租代管，他就是满20岁的中华民国国民，涉及在台南市，或者是他没有涉及在台南市，可是他在台南市就学或就业的都可以。你只要可以出证明，对，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包租代管。对。就是讲，你若无设籍伫台南市的话，你的公司发予你就业证明，还是讲你伫台南市咧读册，学校予你就学证明，你就可以来参加我们包租代管。如果说因为这有2个角色嘛，一个是要租厝予人，一个是要租厝的。那么要租厝予人的人是房东。对房东恁有啥物种的要求，还是讲互因有啥物种的标准？房东伊只要是伊的厝是合法的房子，然后他现在没有出租，他想要租出去的，这个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包租代管。恁敢有甲因规定什么？没什么规定啊，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对，只要他愿意，而且我们还提供很多的优惠。像价钱呢，大概较考虑的就是价钱。价钱因为咱在这个社会住宅，毕竟咱是要协助这些弱势的嘛，所以价小绝对不可能就管啊，就管你嘛租不起嘛所以阮大概阮的价钱定在大概22000最高。对，所以咱嘛是市政府算讲替咱家的迄个要租房子的这个房客算讲做一个把关呐。对，我们卖讲恁去租厝，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市场的行情是虾米货。有当时若房东无较无迄个房东有当时我别甲因开介绍，伊嘛讲就安尼得税有当时有点吃亏啦所以咱市政府这些所在甲因做把关。如果若是讲伊伫房客啦，拄仔你就是讲的嘛，伊若是就伊的设计伫咱台南，或者是讲伊是伫咱台南咧食头路，或者是讲伊是伫台南咧读册，话拢会当有即个，算讲恁得改做一个媒合。如果这个中间房东跟房客有纠纷怎么办？你们来个出来做公亲？对啦，阮这个政策最主要就是讲要互房东会当安心普通咱有咧租厝的房东，他上惊的就是遇到这种纠纷。OK， 卖讲OK， 每一个人房东也怕遇到二房客，房客怕遇到二房东，所以。房东如果参加我们或者房客参加我们这个包租代管的话，会由我们委托的这个顾问公司他会协助做这些纠纷的处理，还有管理，可以管理3年他们要签约吗？对，当然要签约，而且要公证。就是到法院公证，对。对各方面都有保障咱像讲以前咱无透过市政府的话，咱有当时去咧租厝的时阵，房东也会约那个房客去法院做公证迄嘛是一种风险。不过迄嘛是一个支出啦，公证费用由我们出。所以咱即马搁加一个市政府伫中咧做桥梁那么帮各位把关，帮这个房客嘛帮房东
把关啦吼，啊有当时啊，个会当做一个公亲啦吼，万不伊若拄有这个中间有啥物纠纷的话吼，啊，咱市政府吼，较徛伫迄个公正的立场来甲因斗相共啊吼。那么吼，讲到这社会住宅，它拄啊咱讲的这部分是迄个包租代管嘛吼，这部分咱个有要补充什么货？包租代管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讲，咱的观众朋友今仔若有听到的话吼，啊你对阮这个政策有兴趣的话，阮即马目前吼，阮今年有委托2间公司，吼，一间叫做兆基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啊一间是大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啊。等一下就会有电话给各位哈，拜托就是帮我们也宣传一下。那么有兴趣的都给当卡电话来。那按那吼，咱这种政策实施多久了？从去年开始已经，今年已经第2期了。到目前大家都满意吗？应该是讲，若是有参加的，应该拢满意啦吼。啊，只是讲有足侪乡亲拢讲伊无听到。唔知影，所以透过今仔的节目，希望咱主秘吼来到遮，就是要让咱乡亲大家知影讲这个政策啦吼，因为这种好康的对啊，你无需要，你买当家你朋友讲吼，大家拢知影这个政策的话吼，那么大家都可以受惠了。对，好，讲到这个所在，我们来看一段影片哈，好像是我们那个都发局提供的影片，咱来看。看了，然后个甲咱文娟主秘来开讲。房东加入包租代管好处多，做公益又轻松收租。有空房想出租，但怕麻烦吗？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让你轻松收租，享受赋税优惠。包租代管分为包租和代管。包租是房东将房子出租给租屋服务业者，再由业者转租给房客。代管是由业者协助房东和房客签约。加入包租代管对房东有哪些好处呢？好处多着呢，像是赋税减免、修缮补助、轻松收租、保险补助、专业管理、安心出租。具体来说，加入包租代管可享有房屋修缮费、居家安全险、公证费等补助。更重要的是，有赋税优惠及专业人员帮您管理。反观自己租，以上这些优惠都没有。全部都要自己来。刚刚的赋税优惠具体是哪些啊？除了可减免地价税、房屋税外，个人可减免部分或全额赠所税。如果是公司行号租金收入，免缴营业税。让我们以所得税为例，假设你每个月收到的房租是15000元，以所得税20%来算，普通房东每年要缴的税是20520元。但加入包租代管以后，每年只要缴交4800元哦。除了节税外，加入包租代管的房东可以享有专业、安心、快速、满意、放心的管理服务。除此之外，房东可能会遇到房屋未出租、房客违约的风险。加入包租的房东，风险成本会由业者来承担，而选择代管的房东则由自己承担。由于享受种种的优惠和服务，所以费用会由房东收到的租金直接扣抵2成或1成。那该如何加入包租代管呢？首先，政府会委托合法业者，有意愿的房东可以找合法业者申请，房东与业者一起去看要出租的房子后，就可以签约喽。心动了吗？欢迎拨打1999向房屋所在地6直辖市政府洽询，或搜寻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有租屋需求的房客也可以来找我哦。内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及内政部营建署提供。那么咱今日讲的这包租代管，这社会住宅哈，当然是要照顾咱弱势族群啊哈。讲到这弱势族群，像这就是包租代管这伊的条件哈，刚真正有设定讲比如讲爱可能是什么中低收入户啦吼，或者是讲有什么条件无？这个包租要加入咱包租代管的条件吼，其实就是头拄讲的吼，就是其实咱的市民拢会使，还是讲年轻朋友吼。最主要的是讲伊的优惠有分无共的迄个就是阶层啦哈。譬如讲，若准讲一般的家庭啦哈，一般的家庭来参加的话，阮可能就是租金市价打9折。哦。嘿，若准做讲伊是迄种特殊的哈，譬如讲原住民呐，有特殊身份的哈，迄种的可能
打8折到5。那如果伊是原住民，各是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户的话，还可能打到5折。哦，这么对，所以他对他就是说，伊会分足侪种算法啦，所以那个民众就是讲，如果他有这个，就是讲他拄仔你讲的这个条件哈，因为讲有的人弱势族群啊，伊家己去税厝，买一间厝，伊税总共1万块，但是伊若一般的话去税嘛是1万块，因为伊去甲厝头家讲，阮兜做散的，厝头家可能也无咧甲你信啦，可是经过你们的这个政工改确认哈，就能够帮助他。阮的方法就是讲，阮若是去媒合房东甲这个弱势族群的话吼，啊有提供伊是低收入户的证明的话哈，我们给房东的这个租金仍然是市场的可能是9折哈。啊，不过，阮会甲这个差额，就是说，阮要补贴吼，这个弱势5折，差额是政府来付。哦，那这样子对啊，那这样子对弱势族群的话吼，真的是照顾到了哈。因为他说我讲的嘛，我今天要给你税厝，你是房东啊，我是房客。啊，房东想讲不对啦，你是迄个弱势族群，我嘛都想要去照顾，可是我的损失怎么办哈？啊，你讲要叫伊哈，家己去吸收，有时候他自己，比如讲啊，我也是靠这个收入嘛哈，靠这租金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啊，结果我拿不到这个价钱的时候，对伊个是嘛是一种损失。但是咱今仔经过吼，咱市政府的这个介绍啊，做媒合的话，这部分就是讲咱市政府会帮伊吸收啦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市政府为着要照顾的咱弱势族群哈，做出来一个优惠措施哈。啊，这除了讲像咱之前咧讲的，就是讲一寡吼，这个租金的补助哈，这嘛是做实际的啦哈。啊，像这种，这嘛是做实际咧照顾着咱的这个民众啦哈。那么啊，如果咱讲的。这是包租公包租婆，就是讲外口的这个民众要来加入咱的这个自主不受的这种政策，但是咱市政府家己嘛有起啊，嘛有起新厝啊哈。那么起新厝这个部分可能时间爱搁一段时间啦，不是说今天盖明天就可以看得到了啊。他如咱讲的这自主来。只租不售，这跟民间的这个房东哈媒合来结合，为这较紧哈，因为他们都是有现成的房子啊。那么咱新建的部分的价位是安怎，是不是嘛？甲咱重新介绍。好，我即马甲大家介绍讲新建的部分哈。新建的部分，因为即马咱社会住宅中央的政策就是讲伊要到2024年哈，伊爱有20万户嘛哈，20万户就是包括对全国就是包括包租代管甲新建嘛哈，台南市咱被指定的就是讲，阮爱家己起2000户这2000户阮因为台南市咱的租金所得比甲咱的迄个贷款负担的能力哈，在5都里面都是最低的。在6都里面都是最低的，相对的，就是讲咱的租金嘛是伫6都内底最低的所以讲咱若准做要全部拢由咱台南市政府来起这对咱的财政是一个足大的负担，所以阮就有想一寡方法啦阮这2000户内底有一部分是。利用讲，阮即马跟国防部有一寡营建改土地去做合作阮帮伊推都市更新用都市更新的容积奖励的回馈来提供这个社会住宅这个部分可能有850户那么其他1000几户，阮较会来找较适当的迄种公有地来起安尼目前咱的迄个地点呢？目前第一个台南市要起的社会住宅的地点足好伊伫咧咱的台南公园的对面就是伫咧北门路路边我知道，离火车站非常的近小东路上面迄个案阮会起350户迄个案已经有委托建筑师咧规划阮预计明年会当开工明年开工可能112年可以完工，都是公寓式
当然，嘿，350户，350户，伊的迄个坪数咧，坪数大概因为今嘛社会住宅哈，也必须要迎合咱市民的需要嘛哈，所以阮内底应该是有迄种迄个一房、2房加3房的规划，对，因为今嘛咱的迄种户政和完的资料就是讲。一个人的户非常的多就是说独居或者是单身的，像年轻人刚要创业的还没有结婚，这种会蛮多的。所以阮这3种房型就是1房、2房、3房，可能都会有一个比例出来比如讲1房、2房、3房是6比3比1，还是6比2比1，还是5比4比1，依照迄个所在的需求。所以咱是有一个类似公式安尼，就去计算啦然后计算需求，然后他会根据安尼去做规划，看1房会爱去偌济数量2房爱去偌济数量若是3房可能拢是小家庭那么那安尼的话啦是不是会去冲击到外口这个？因为我身躯边有做者朋友有当时因家己的厝就是整修一下，然后里面就放了隔好多的套房去租给别人对他们可能会有冲击不过因迄种的就是说伊隔好多套房，他可能伊爱遵守着咱的法规啦，所以跟咱的迄个观众朋友，若是要做迄种的，可能嘛爱设立，伊爱合法啦。若是阮去的，阮是绝对合法。对。而且我们会符合住宅法里面每一个人需要的迄个空间跟伊的坪数一定要合乎规定。那么拄你讲的这是伫中山台南公园家那个这个点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点？阮即马台南市要新建的大概这是阮即马最新的有6个，有6个第一个的是小东路这个350号再来的是鹰空桥北段这个有125号来个有伫新芽长隆路边仔的有230号来个伫个安南区有一地260号个嘉义也有80号甲南区新都路遐有100号，拢总除了都市更新提供的以外，才够1145号，拢总2000号。那预计啦预计差不多偌久才会完工？这就是讲小东路已经咧规划嘛阮明年会当动工，2档就会当完工其实这有2个案，阮拢已经咧做先期规划，所以这边的案我们都陆陆续续都会开始。那我们都希望能够在113年能够完成。113，对，那很快对只讲这些他如果要登记的人，他什么时间可以去登记？还有伊的条件嘞？就是我头拄讲的，伊只要是咱台南市的市民，也是讲伊伫咱台南市咧食头路，还是咧读册，伊拢会当来登记。那会不会到时候一堆人去登记的时候，变成说咱是不是爱抽签，或是？应该是会应该是爱抽签啦。那么到目前为止咱推出这种的政策民众的反应是安怎？应该是这种，我感觉社会住宅其实嘛是一种的社会福利啦最主要就是讲咱要维持咱的居住正义，就是讲头拄讲的，一寡弱势的人，保障他们，尤其现在咱的迄个老人人口非常的高，那即马有足侪房东不愿意租给老人，65岁以上，所以因租袂到的、租袂起的、租袂好的，拢希望咱政府会当提供这种社会住宅，互因会当住到一个安全佮较好的环境。所以这个政策普遍拢是欢迎的啦。所以就是讲咱市政府就是有发现这个问题。有时候你像你今麦在讲的，65岁以上，他可能
不好，人家不爱人不爱租给伊哈，所以咱市政府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哈针对在65岁以上的这老大人哈，嘛提供给因要租厝的时阵哈，会当方便啊，啊无65岁要租厝歹租啊，遮济岁啊吼，啊四家安尼你找厝嘛做忝的嘞哈，那个耗体力呢哈，对啊，所以哈，我们有时候我们一般的人可能不会去注意到这一点哈，但是咱市政府咱有去注意到这点哈，我们能够帮助这些老人呐哈。那么咱这个社会住宅未来佫有啥物计划？伫遮佫甲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吼，就是讲除了咱台南市政府爱负责2000户以外吼，去年咱的迄个内政部的花敬群花次长有来拜访咱黄伟哲市长，伊拜访的时阵就甲咱承诺讲吼，台南市起2000户，啊中央嘛要替咱起2000户，是啊，这就是讲内政部营建署城乡分署哈，伊目前嘛是咧找地啦吼，伊甲咱全台南市的公有地拢咧做一个盘点，吼，那即马大概有较明确吼，阮迄前上个礼拜开会时阵有较明确的是安南区一个科工段，吼，啊个中西区一个南门段，啊个南区一个盐城段，啊个甲东区一个新都心段，啊其他个咧找，吼，那有哪是希望会当踮咧明年或后年可以动工，吼，那也是希望在113年能够启用，嘿，就是希望阮希望讲每一档拢会当有800户，800户，啊3档就会当有2000户，这就是中央的规划啦吼，啊，他拄仔你讲的，这是咱市政府的规划，所以咱安加起来拢总有4000户，4000户，哦，所以对着一寡弱势的这些族群，4000户应该够了。总是这是一个政策的开始哈，啊。社会住宅的比例到底是要达到多少？那来看咱政府的能力啦，吼，啊，佮甲民众的需求，啊，当然希望这社会住宅比例是当愈悬愈好，吼，尤其是伫咧荷兰啦，伫咧欧洲啦，因的比例拢非常的悬，拢会当到30-40啊，吼，啊，咱目前应该是达到0点多，所以可是我们有开始，我们已经开始了哈，总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慢慢再追加，对。所以他都话咱主秘的讲到咱市长啦吼，因为我知影市长伊对着弱势族群会照顾吼，当然伊是最用心的。那如果在社会住宅，伊敢有什么要求？社会住宅当然伊是要求阮一定爱对咱的市民爱服务爱足好啊吼，啊，阮的提供的社会主体一定爱是合法的、安全的吼，啊，互因会当住了会当就因为人吼，最主要的是住嘛吼，食衣住行是咱生活的必须啊，对，所以居住的环境的好坏，就是咱的居住正义的一环。对，好，所以市长嘛要求公安一定爱把这社会住宅起好好，起好做用的，起好做安全的，对，啊，好，大家当过一个平安快乐的生活，住在台南这样子。那么针对哈，咱今仔讲的这社会住宅哈，主秘刚刚有啥物话要跟咱乡亲朋友讲？希望各位乡亲今仔有看到咱演员这个节目的哈，有需要的，吼，像咱的租金补贴，还是包租代管，拢会当来阮都发局，吼，阮的都市更新课来跟阮联络，阮会当替你服务，吼，希望讲阮将来阮起的社会住宅会当互咱的市民朋友会当住到一个安全加舒适的一个房子，嘿，做得更好，过得更好，这是咱市长吼，伊选举的时候的口号啦吼，嘛伊咧落实吼，尤其是咱都发局加吼，这个社会住宅，若是讲吼起好的话，照顾到咱弱势族群吼，这会当讲吼，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啦。那么咱今日吼，感谢文娟主秘来到这节目当中，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的社会住宅，谢谢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